九記牛腩事件已經發生咗成個月，而家先講。陳大貓當然唔會人講我又講，我要講嘅當然又係主流以外嘅意見。件事發生喺25年5月上旬，中環九記牛腩餐廳，一位曾經拍過《愛回家》嘅特約演員兼網紅入咗去食嘢拍片，餐廳同網紅講要事先同佢哋溝通，網紅嘅拍攝方式同店方態度激起火花，於是兩邊引起爭執，最尾甚至鬧到報警處理。網上唔同人對呢件事都有唔同睇法，但普遍批評餐廳對網紅態度唔友善。事件亦喚醒好多香港人，呢間餐廳一直臭名遠播，態度惡劣。不過，當一張同時影住網紅同兩位攝影人員同框出現嘅照片喺網上曝光，陳大貓就覺得店家咁嬲係情有可原。講返呢一位網紅嘅行為，佢係帶咗兩位專業人員同場拍攝，又舉相機又舉燈咁，明顯唔係一般食客嘅隨手拍。佢所拍嘅嘢雖然無常，但肯定都唔係做善事。就算唔涉及商業，都係一種純粹為流量而做嘅拍攝。呢一位網紅明顯唔係一般人咁以拍攝去記錄生活。你話佢係 vlog 咩？更加唔會帶住成隊 crew 同 full gear 出動。拍片做節目，起碼都要事先溝通，同埋要喺尊重餐廳規矩嘅情況下拍攝。做唔到，只會令人覺得佢缺乏基本嘅禮數同公德心。再者，佢嘗試以只係拍食物嚟為自己辯解，但事實上有咁多專業設備同人手，明顯表露咗佢拍片並非為咗自娛，真正嘅意圖係利用人哋餐廳空間去謀私利。當餐廳店主向你提出拍攝條件，你就唔可以一味執意自己有權影嘢。除非嗰度有老鼠，又唔同講法。但係如果冇呢，你拍片就唔涉及公眾知情權，老細係可以阻止你拍攝。雖然九記嘅言行以及後來嘅報警行為確實令人反感，但係呢個網紅嘅所作所為亦唔值得人同情。其實佢無非只係為咗追求人氣、點擊率，但佢無視到其他人嘅權益。香港食肆地方譴責係常識嚟，雖然陳大貓都對食嘢要限時嘅規矩好唔認同，但係你哋拍嘢又唔係咁講，因為你哋佔用嘅空間同時間都唔係用嚟食嘢，阻到等位嘅人食緊嘢嘅又受到你滋擾。其實香港都有好多 foodie YouTuber， 佢哋拍片都只係單人匹馬，觀感上起碼佢哋唔會打擾到人太多，就好似史提芬咁。明知山有虎，若然仲要去明知山，咁梗係要低調又靜雞雞咁用暗 cam 拍啦，又打燈又收音，呢條友係咪傻噶？呢位愛回家網紅，其實佢並唔係第一個拍片俾人少嘅網紅。谷亞薇幾年前都曾經喺香港某茶餐廳拍片，一樣俾人以惡劣態度對待。點解佢咁靚女都會俾人少？換位思考，如果你係同場嘅食客，都唔想俾支大燈纏住自己啩？當然，我唔係要同九記講說話。事實上，我係支持大家一齊唔好幫襯啊！啲酒樓服務嘅餐廳真係要受到教訓嘅。但係與此同時，有啲自以為是嘅網紅 KOL 同埋 YouTuber， 佢哋總會覺得自己冇錯，覺得拍嘢都受到咁對待，好可憐。只能夠講可憐人必有令人覺得可恨之處，係你哋睇得自己太過大支嘢，俾人少真係自己申請，你哋得到咁嘅對待，真係可以話係自作自受。總括而言，呢件事都提醒我哋喺追求流量嘅同時，尊重同禮儀係非常重要。但幾千年嚟，人類總係犯上同樣錯誤，可能呢位網紅覺得儒德成德，佢都得啦。但佢嘅行為，無論從道德定法律上睇，都真係唔值得人可憐。唔知幾時開始，喺小紅書出啲踩香港嘅話題，就會成為流量密碼。呢位特約網紅應該都明白呢個道理，所以佢先至會特登去踩場。睇翻之前嘅報道，知道呢一條友自己喺尖沙咀原來有開餐廳，好明顯佢所謂去九記探店，完全係為咗流量而嚟嘅部署。即使九記平時服務態度係幾咁不堪，但佢今次擺明係先撩者戰。九記今次真係嬲得有道理。香港飲食業劣跡斑斑，眾所周知，真係唔需要你去再踩多腳。做網紅做到咁都真係好低裝，而且搞咁多嘢，我哋始終唔知你係乜水。你話有乜謂呢？